豐田 Acura 2026款係日本市場上一款非常受歡迎嘅混能車型，佢結合咗節能、實用同時尚嘅設計，成為都市駕駛者嘅首選。2026年款嘅 Acura 喺外觀、動力系統同安全配備方面都有所升級，提供更好嘅駕駛體驗同燃油效率。豐田 Acura 2026款嘅外觀設計延續咗簡潔流線嘅風格，但係細節更加精緻。車頭部分採用咗更寬嘅進氣格柵同銳利 LED 頭燈，令整體感覺更現代、更具動感。車身線條流暢，車尾造型更加立體，尾燈採用新式設計，夜間辨識度更高。Acura 2026款仲提供咗多種顏色選擇，滿足唔同車主嘅個性需求。內裝方面，2026款 Acura 進一步提升咗舒適度同科技感。中控台採用新一代數碼儀表板同9寸觸控多媒體系統，支援 Apple CarPlay 同 Android Auto 連接。座椅材質更柔軟，空間佈局經過優化，即使係後排乘客都能享受寬敞坐姿。加上多個儲物格設計，令日常使用更加方便。引擎方面，豐田 Acura 2026款配備咗 1.5 公升三缸混能引擎，搭配最新嘅第5代 Hybrid System， 綜合最大馬力約116匹。電池採用鋰離子技術，體積更細，效率更高。加速反應明顯改善，市區駕駛更加順暢。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佢嘅燃油表現，每公升油可行駛超過35公里，喺同級車入面屬於頂級水平。安全方面，2026款 Acura 標配 Toyota Safety Sense 最新版本，包括自動緊急剎車系統、車道偏離警示、智慧定速巡航、盲點監測同後方交通警示，全面提升行車安全性。懸掛系統經過重新調校，行駛穩定性同乘坐舒適度都有明顯進步。喺售價方面，豐田 Acura 2026款喺日本市場嘅起售價大約係205萬日元左右，折合港幣約108000元，高配版本可達250萬日元，約132000港幣。考慮到佢嘅省油性能同耐用性，呢個價格相當合理。總結嚟講，豐田 Acura 2026款係一部非常值得推薦嘅都市混能車。佢嘅油耗極低，內裝先進，設計時尚，同時又兼顧安全同舒適。對於追求實用又環保嘅駕駛者嚟講，Acura 2026絕對係一個明智選擇。